到時有一題啦，咁我哋要揾翻 k 嘅值啦，咁使得咧圓形與直線咧呢個x 加 y 加4淨係相加於1點嘅啫。咁我哋可以做翻個聯立方程啦，咁我哋會有 y 就等於翻負 x 減4啦，咁然後代翻入嚟，咁所以咧就會有 x 二次再加負 x 減4嘅二次再加2x 再減6乘負 x 減4再加 k， 咁等於0嘅。咁呢個位置咧，其實你可以諗成為咧就係負括弧 x 加4成嚿嘢二次，咁所以呢個負二次咗之後就變翻做正嘅。咁所以其實呢個位置咧，佢其實即係爆緊 x 加4嘅啫嘅二次，咁所以其實就會變咗做 x 二次再加 x 二次加8x 再加16再加2個 x 再加6個 x 再加24再加 k， 咁等於0嘅。咁即係 2x 二次，咁再加16個 x 再加40加 k， 咁等於0。咁由於係相加於1點啦，咁所以個 delta 等於0。咁即係 b 二次減 4ac， 咁等於0嘅。咁256再減8乘40，即係320啦。再減8個 k， 咁等於0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會得到負64等於8k， 咁所以 k 就係負8，咁所以答案咧會係 boy 嚟嘅。